范小姐定亲已经定遐济年啊，现在只要大哥你派人用一点花轿去甲伊带倒转来，安尼都会用的啊。贤弟，你讲得真简单啦，我是真惊讲你的大嫂若是知影这件代志。哦，原来大哥你是惊大嫂伊会食醋。什么人讲我会食醋哈？夫人，大嫂，王爷，我第时变成一个真爱食醋的人，我家己哪会拢唔知影？哎呀，夫人啊，你误会了，我是伫咧讲，有啊，你唔免搁讲，我全部拢有听到咯。其实我唔是讲遐尼无度量的人，你哪着安尼伫咧骗我？那安尼，大嫂你的意思是？像你伫咧讲，家人家福气，我当然袂反对啊。贤弟啊，那安尼这件代志，就拜托你去甲我做咯。遵命。阿娘，阿爹，阿爹，阿娘，爹。大红，啊？到底是什么代志咧？阮小妹倒转来啊啦！你咧讲什么？我是咧讲阮小妹金花倒转来啊！拄你拜见爹亲母亲，这可怜的查某囝，紧起来！今日去拜见外公外妈。好，阿公阿妈，乖，今日这位是你的母舅，阿姑。乖悠悠。夫人啊，这到底是怎样咧？当初你敢毋是甲我讲，金花已经投井自尽啊？啊，即马，爹亲，有你当初无死，是阿娘放我倒生啊。是啦，元月，阮小姐自从离开厝了后，伊就和四公主成亲啊。如今四公主伊前当转来，已经是堂堂的平辽王了。啊？变了王？金花，有影无影？是真是的。金花，爹，以前拢是阿爹对不住你，是阿爹错怪你，你会怨恨阿爹袂？爹亲，愈离唔敢。小妹啊，恭喜哦！自从你离开家庭了后，阿兄是我思念你的了。多谢大哥的关心。我就知影讲林贵哦，一定会出头啦。果然你即马做一个王夫人，金花，你是伫当时要进王府？明仔载老国公听千岁，伊就要带圣旨来迎亲咯。
听我闽人地讲，了当已经行大动。小翠，你看我即摆身子已经老啊。袂啊，一点仔嘛袂老。小姐，你是毋是搁咧思念姑爷四零几啊？秀花，秀花，哈，好消息啦，好消息啦！对啊，啥物代志你遮尔欢喜的？四人贵啊，保住正当13年，已经凯旋燕归咯。现在啊，真贵啊，做王爷咯。哎呀，你讲的是真实的是？阿爹敢会骗你死？哈？这是嘛，小姐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。恭喜小姐，你即摆已经是王妃啊哦。也毋过，时间已经过遮尔啊久啊。总惊的死龙已经将我袂记。人间富贵已有心，归西动了小日边，不知轻我无要紧，是的只会我怎报应？大哥啊，你哩戆戆徛踮咧遮，是咧想什么代志啊？兄弟，你内底真拄好，有影有一件代志想要甲兄弟你商量啊。是什么代志？兄弟，你记得咱当初要去投军的时节，经过了凤溪山，凤溪山众兄弟去闹这个韩家庄的事，我甲韩小姐定亲迄件代志啊。哦，原来大哥你是咧思念范小姐。哎呀，兄弟，你也真爱讲算笑啊！迄件代志，反正是有兄，毋知应该是要安怎办才好咧。这毋较简单，大哥，你甲范小姐定亲已经定遐济年啊，现在只要大哥你派人用一点飞机去甲伊带倒转来，安尼就会用的啊。兄弟，你讲得真简单啦，我是真惊讲，你的大嫂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哦，原来大哥你是惊大嫂伊会食醋。什么人讲我会食醋哈？夫人，大嫂，王爷，我第时变成一个真爱食醋的人，我家己哪会拢毋知影？哎呀，夫人啊，你误会了，我是伫咧讲，有啊，你毋免阁讲，我全部拢有听到咯。其实我毋是讲遐尔无度量的人，你哪着安尼伫咧骗我？那安尼，大嫂你的意思是？上义伫咧讲，家人家福气，我当然袂反对啊。兄弟啊，那安尼这件代志，就拜托你去甲我做咯。遵命。对啦，王爷，有一件代志，你敢还阁会记？是什么代志？你看你应该都爱去请王大哥甲王大嫂，伊是咱两个人的大温情人啊。哦，我早就已经叫人去请伊咯。
哥拜寿，哪会还袂到位咧？阿星啊，阿星啊，拍算这间的款哦。到啊晓。我先生。来小友。哦，我看看哈。哦，啊，这间厝咱遮大间，迄户顶比咱兜的门斗较悬。是都对，若这间倒影有够大啦，是讲星的啊。人因即嘛是大人啊呢，啊咱吼从遐要来去甲人，唔知闹开啊呗。买啦买啦，今仔日王爷伫府啊，文武百官唔知偌济来贺礼，贺礼物件足济，咱这是安尼互收去，也无人再看。安尼吼，意思，是啦，是讲既然倒来啊，怎嘛无搁光倒转去看影？好，甲伊拼看下，你去问。同学，你知影这什么所在无？啊，你先好等你等一下，等先。我大人啊，我甲你讲啦吼，我姓王啦，三槐一徛迄个王啦吼，我做王无生啦，啊要来找恁王爷，我是王爷换帖大兄咧，嘿啦，大哦。啊我是因阿嫂呢。拜托你入去甲王爷讲我因大来啊。啊，你去甲讲一声，叫伊讲。对，啊，王爷恁换帖大啊，你何白讲？王爷什么款的身份？啊，你什么款的身份？啊，你甲后白讲啥话？啥？我后白讲，这拢实在咧，唔信你入去甲问就知啦。是啦，你嘛爱莫歹心，甲安尼问一下啦。你做啰嗦咧，讲袂听，啥？讲来。我若见大行要告你问遐拜啦，这实在你无讲嘛。哎呦，阿娇诶，嗨，你来哦。小娇啊，快紧的啦，这个人歹到要死了，无阮入去啦。有，啊，我小弟有伫无？有啊有爹，不要紧啦，你伫遮等一下，啊我入来去通报哈。好啦，较紧的。王爷。小叫是什么代志咧？变王爷，王大爷因翁仔某已经来啊。哈？在哪里？伫咧府外啦，也毋过哦，门关毋肯互因入来呢。该死的门官，来哟！开中门迎接。是。该死的门官，对着拜哥拜寿无咧，请你原谅啊！啊，我紧，唔好咧讲，我原谅伊。拜哥，对我真的。啊，不，我两桶酒还袂干咧。拜哥唔免，我变家人，甲你打入来去。哈，唔免我打呀。即摆咱拢免你动啊啦，你煞袂记的，你袂记来。拜哥，拜寿，小小弟敬你一杯。啊，多谢，大家来。来人啊！从我的拜哥送来迄两坛酒，给我讲出来。是。无两小弟啊，迄两甕酒唔好讲出来啊，迄两甕酒吼，无好咧。拜寿，恁送来的酒，小弟哪有无饮的道理？啊，别啉咯。大偌只啊，嘿，来啦。一大杯来。是。拜寿，多谢。好酒，这是好酒啊！哎，无啊，四王爷，啊你都真红道啊嘿，啊总有好酒留咧家己啉，啊你都知影讲我老弟平时都上爱饮酒啊咧，来，我嘛要一杯。这我嘛要，我这么13年前当，啊，管下烧酒下到要死，来，我嘛要。哦，你无爽快，牛啊！你俩要啉一杯？绝对要甲你无爽快。哦，来，两大杯来。是。来哦，我头呀。我敬你。
一点仔酒味都无啊！就是。来，倒一杯来，倒一杯。倒一杯试看卖。你不会啊？来，再来。给。看安尼哈。我话王爷啊，这明明都是水，哪是酒啊？问题是水。啊？酒。大人啊！大人。上酒过来，我添3大杯。是。我讲啦，这水要流各位。分花有今仔日的，想起当初为着宽叫你甲我险险就落在这个街头做乞食，若毋是我的拜佛甲我的拜寿，兴隆相助咧，哪有我今天的人气？虽然伊送来这2坛是水啊，但是我要啉3大杯，这叫做人生分离乱，饮水也心凉啊！对，这叫做人生温情暖，饮水也心凉。